上班拢穿白衫嘛，对无？啊，即摆衫是足勇的，真正穿袂歹，毋比是迄落50、60当前迄种粗布啊，大家拢差不多2领要先退换，当然足紧就歹嘛。你讲咱即摆衫几乎无人穿甲歹，足少，可能互咱有足少，很少。可是呢，咱不断就是拢要爱，足紧就是要看到就是要爱，拢要看到啥呢？反正看到我爱的物件，我就甲买一件。你会感觉讲真正是200，哦，啊有诶是100，啊嘛拄较少哦，无照样呢。啊买转来嘛是拢可能通10块尔，敢有穿较济没有？哦，无穿，真正无穿较济。啊，白衫着衫丝，你道中咧换着足济啊，着子子有余啊嘛。所以呢，咱即个身躯吼，要互伊健康，简单咧。了我一届迄落，咱日本吼，以前个大地震，那么迄个人呢，伊曾经是一个啥呢？大企业家非常有钱哦。那么呢，伊个厝是啥呢？人讲足板是足水个，伊个车嘛足济台哦。哦，那么伊个员工是几千条，可是一瞬间地震了后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。那么伊出面拢总赔的时阵呢，伊怎啊啥呢？伊一个亲情吼，怎啊挪出一间足安尼细细间仔个厝，哦，不然个会当互伊住，会当互伊煮饭，哦，会当过生活。那么伊当家己体会，讲一句话，伊讲原来我们人能够这么简单。咱共款遮简单嘛是咧过生活啊！啊，较早哦，较早我养育汉遐济嘛是咧过生活。啊，我即阵反倒转来，我的心灵更加啥来清净，哦，更加清净就对啦。所以呢，咱毋通一直咧追求这卡面的物件，要朴素就好啊，我们不是这样。咱的心就是要一直咧动换，咱着无法追求。咱即头拢一直要追求嘛，目睭顶顶就是啥追求。哦，我爱的物件太济啊！哦，咱就是哈，无爱求这一切名利，哦，名利就对啦。名利咱要求的是啥？我们内在的，咱要求卡面的物件。讲事实的，咱若无够迄个福报，要安怎追求嘛？追求袂来啦，哦，追求袂来啦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呢，咱即摆拢一直拢即摆咧讲要选总统嘛，哦，啊，足济人拢会去算命，迄选总统的人吼，伊拢会去用迄个算命讲，伊是毋是会当做皇帝的嫁人，较命对啦。那么相当就是，嘛是有足济人用算过，可是伊知影讲伊是无迄个皇帝命，无迄个做迄个总统的嫁，可是要出来。哦，咱人就是啥，伊无甘愿受着命运的牵制就对啦。可是到尾嘛是袂当做对啦。哦，即款物件就是讲。因的心就是咱这个名利心放下，那么咱的念就是会当要显，我们能够显化。咱的意念、咱的动机，人讲咱元神发动，咱当咱静来的时阵，哦，当咱静来的时阵哦，迄个念就是啥？元神咧发动的时阵，咱就当显化。那么咱元神发动的时阵，咱发出来的时阵，拢是非常中，就是神。所以咱最咱反正就是即摆咧教迄个中庸，教迄个智贤嘛。伊讲贤者天之德，是不思而得，哦，不变其调，是教有德。哦，所形出来就是智贤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完全所发动是上介好的。那么呢，今仔日咱家己去想看，咱的心是毋是达到真正的真诚度？对咱的道。哦，对学道、对修道、对办道，哦，即地中间是毋是达到真程度？那么咱今仔日就是要要求家己，咱今仔学道就是一直要要求家己嘛。咱师尊老大人，咱甲咱讲一句话，今仔咱听遮济道理，听遮济道理要创啊？一直就是爱要求自己，要要求家己尔，毋是咧看别人哦。哦，咱是爱往内咧看。我有对了无好诶，我对了不足诶，我会赶紧改变。哦，道理就是安尼啊。咱的意念、的动机拢爱非常的顺，爱非常的顺。所以呢，应准显了，这是上介好诶，哦，上介好诶。那今日咱要清净啥？咱第3点来谈谈，我们到底要生根什么？哦，要清净咱心中的有片。咱心中即块心田，哦，心中即块心田，
咱即块圣殿已经啥荒废已久，咱荒废足久啊，咱的杂草已经太济啊。哦，咱已经荒废足久啊，咱对咱的本体哦，咱的自性体哦，自离山山坡落来较近，已经6万几担啊，6万几担啊。那么呢，这个6万几担，而且生生死死，而且轮回不止的中间，咱伫遐啥呢？已经惹了满身的罪过错。咱师尊老大毋敢甲咱讲，伊讲当老师找到多字，哦，用伊的啥呢？用伊一亏心，所以咱人感觉讲，咱是家己入来见到的呢？不是哦。伊讲每一个多字，就是咱老师即支亏心，安尼伊慢慢仔演，慢慢仔甲咱演入来哦。当伊安尼甲咱演入来到即个问题的时阵，是满身的罪过错，哦，满身的罪过错哦。那么呢，满身的罪过错，是不是这6万几当中欠死我嘛？那么咱所做的因果，所做的因果哦，所做的业报，哦，所做的业力太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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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咱在人节道清，伊一工就甲我讲，伊讲，哦，伊就讲，伊拢叫我组长啦，伊讲组长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最近哦，我最近哦，拢一直咧祈求咱济公老师哦，我看到我精神所做的物件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我讲你想得多，你想伤济啊啦！老师会来甲你讲，伊讲毋过真正哦，我每天都祈求，讲伊逐天都在祈求就对啦。因为吼，伊接触的就是因太太嘛，因囝嘛，因爸爸妈妈嘛，哦，伊的同事嘛，哦，伊的员工嘛，哦，搁再来是咱就是伊的就是遮。那么呢，伊甲我讲，伊叫因太太袂使讲过超过5句话，袂使超过5句就对啦。伊讲若到第4句吼，就用要烧灭起来了，对啦。若要烧灭伊就是到不动的，袂使搁讲啊，哦，袂使搁讲啊。所以呢，伊跟太太伊这个关系非常的不好。那么呢，因这个太太呢，关系是安怎才歹？较早吼，是因太太，因太太去加5个，迄年龄是无对啦。那么伊迄阵打10几岁囡仔尔，有一天骑一台摩托车去停伫一个所在，因迄个太太讲一句话讲啥？你终于被我找到了。伊怎么惊一跳讲？啊，我叫你也无想过，你是安尼甲我讲啊，即句话就对啦。啊，伊讲，哦，袂使啦，你是我的姐姐，我袂使互你爱。偏偏我就是要爱你。哦，你啊少叫4、5人呢？啊，到尾啊，这个咱这个道歉道啦，20几岁啊嘛。那这个查囡仔因老爸老母为着要嫁这个查某，伊嘛无爱，因老爸老母为了分8字，讲你这若结婚了，马上会离婚。所以因妈妈伊无爱互伊嫁伊啊。可是这个查囡仔吼，你看咱人这个言吼，会足恐怖嘞。就是讲伊会讲，你终于被我找到了，啊，咧借主嘛。哦，借主讲若欠愈济，我看着是愈介意就对啦。哦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嘛，啊，若无相欠，看了就无感觉啊咧，哦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结婚落了后，人讲哦，好的期间吼，差不多2个月。你看我因即已经结婚10几担，几乎哦，就是拢完成咧过咧。啊，个月袂使超过5句。那么呢，伊对因的囝呢，这一路是借主呢，啊，夫妻是结连呢，哦，结连精神姻缘嘛。啊，这一路是借主，真正借主找着甲生落来，啊，这内面体出，若要来讨者吼，来做伊的囝上咧讨上紧就对啦，啊嘛上直接就对啦。因这个囝呢，非常的对到无微不至就对啦。哦，迄个照顾的程度哦，迄我真正袂晓形容就对啦。啊，囡仔读到高中啊，拢买着啥呢？迄茶吼，迄一斤讲6000的啦，袂爱大鱼鳞的，讲特别少。哎哟，恁囝又互你害死啊！讲是安怎讲？我拢买着上好的茶，你互伊食是安怎互我害死？你真好食6000啊，你定敢嘛爱互食3万的？哦对无？囡仔，囡仔袂当钱咧读册，伊讲无啦。哦，这大鱼鳞的茶若食落吼，心情特别好，哦，头壳特别，迄思维特别清楚。咧读册，哦，咧读册咱读较会话，讲你莫甲我骗啦。咱
咱迄若是全班第一名，迄免着食迄个1斤6000块的啦，第一名。伊讲因囝真正要来甲讨债。啊，因老爸呢？因老爸是逐工哦，逐工拢一定啥？因知影，伊特别就是啥？一定要爱你。哦，伊会感觉我足坏。我是当照顾还是我紧？所以呢，伊就家安尼支持我，老师啊，你一定要甲我讲我的原则。那么呢，亲像有一天哦，有一天伊在咧困的时阵吼，伊讲看到啥呢？伊去睇到因前世人因某的翁，哦，因进某的翁着前世人的翁着对啦，人刣死着对啦。伊讲啊，老师，我真正人刣死人哦。伊讲真正，所以恁太太来讨债啊，来甲伊讨啊。那么伊讲阮囝和阮老爸因的，伊讲带我去见落你看，因为咱迄婚咧看咱人的因果是一世像现册啊，你若一页尔嘛。伊讲带我去现一页互你看。哇，看了到第二讲，我惨不忍睹，伊毋敢看。伊讲我真正是人刣死足个啦。所以咱人哦，伫迄个62天的中间，真正咱毋知讲伤害偌济，咱拢毋知影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咱人去遇着一件代志，讲，哎呦，这个人哪会遮可怜？哦，咱老师有讲啊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。你可怜的人一定做可恨的代志啊，你真是有做咧做可恨的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呢，咱来甲伊了解，咱真正即世人吼，遮尔咱幸运，三泽大开普渡，天道降世，搁活动伫即个人生呢，咱若无好修，无好把吼，真正是有够枉然，有够枉然。所以咱老师来讲，咱相信咱会当得伫即个人生哦，哦，相信前世人已经有修到好格，哦，已经修足济世，人讲累世因机，哦，而且累积嘛。咱哪有世因缘呢？啊，咱家己若毋知影，我真正有地位来甲把握咧，要什么时阵啊？今生不用今生度，迎来何时度出生呢？要等到什么时阵，人要再来度咱这个身躯咧？伊叫代志甲咱讲咧，咱一世生是一世成咧，敢有可能？有可能，甲咱保证有可能。咱的人真人，咱是先关注说，原则底我记了。咱咧做者，咱道场内底的点文书是拢是大圣去啊。